明星夫妻档一言一行，很容易受到外界揣测而产生乌龙传闻。因为最近宋慧乔和宋仲基就被大陆网友瞎传婚变，让公司不得不澄清灭火。而玉女掌门人周慧敏也曾经传出婚变，上个月庆祝结婚10周年，戳破外界不看好的舆论。韩国女星宋慧乔用围巾遮住半张脸，现身机场出国工作。不过手指没戴婚戒被大陆网友疯传她和宋仲基感情生变。大陆微博还出现宋仲基劈腿宋慧乔化妆师的传言，指宋仲基对宋慧乔冷言冷语才会让宋慧乔删除 IG 照片。网友更爆料宋仲基跟小三同居，消息从大陆传回韩国，让经纪公司觉得太荒谬。澄清双宋夫妻档感情好得很，宋慧乔的最新近况也跟着曝光。和工作人员一起聚餐吃饭，宋慧乔露出甜美微笑，拖着腮帮子拍照，看得出来心情丝毫不受乌龙传闻影响。明星夫妻档的婚姻之路都容易被外界放大检视，周慧敏和倪震也曾经传出婚变，但两人用时间粉碎谣言。港星周慧敏因为其实认识了那么多年在一起，什么礼物都已经收过了，所以就是在重要的日子能够在对方身旁，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51岁冻龄女神周慧敏最近和倪震庆祝结婚10周年，虽然没收到贵重礼物，不过周慧敏最喜欢的就是有老公陪伴在身边，象征爱情长跑20年，依旧是甜蜜蜜。